係由富途證券贊助播出。分析最新樓市行情，睇勻全港各區筍盤同配套，解答大大小小嘅家居問題同法律疑難，全方位幫你打造最稱心嘅安樂窩。利嘉閣地產45周年新盤源特約，扭計專家，星期五晚10點，82台 TVB Plus。結核病主要影響肺部，俗稱肺癆，會透過空氣傳播。結核病從未喺香港絕跡，每年仲有幾千宗新症，症狀包括持續咳嗽、咳血、發燒、盜汗同消瘦。咳咗3星期就要睇醫生。衛生署胸肺科診所提供免費結核病診斷同治療，上胸肺科網頁了解多啲啊！大家好，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今日3月24號星期二，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32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咁首先睇睇頭注總額，今期嘅頭注總額總共係有4350萬。咁由於上期頭獎係有人中，所以係冇累積多報獎金。而頭注總額嘅15%，亦即係65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就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有許美常律師 MH 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資格代表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顧問委員會義務司庫范翠華女士，歡迎晒兩位，一齊了解下受惠機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係一間國際性非政府機構，透過世界各地嘅分社同埋單位，向身處香港、內地同埋海外有需要嘅兒童同埋家庭，提供跨國界、跨種族嘅社會援助服務，尤其精於服務跨境分隔家庭、少數族裔、新來港人士、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同時都向本地有需要嘅家庭、兒童、青少年同埋長者提供服務，範圍包括領養、寄養、兒童之家、綜合家庭服務、學校社工等等，每年係服務逾10萬人嘅。詳情可以瀏覽該社嘅網頁，或者係致電28346863查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32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6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26。第二個搞出嚟嘅號碼係6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6。第三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2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2。第四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4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44。第五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9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49。第六個搞出嚟嘅號碼係9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9。
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7號 and the extra draw number is 7。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順利搞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係有6號、9號、22號、26號、44號、49號，而特別號碼係7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即頭二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去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兩位鑑場嘉賓，佢哋包括係有許美常律師 MH 太平紳士以及范翠華女士，多謝晒兩位。喺度提提大家啦。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咁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喺度預祝大家好運，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我哋朱雀堂將會舉辦一場聲勢浩大嘅電影皇后選美，紙醉金迷嘅血色蔓延。咁係師女，佢係朱雀堂嘅人，死咗都係朱雀堂嘅鬼。有啲案件唔係你想查就查到嘅。上海灘最黑暗嘅權力遊戲，偵探短劇《朱雀堂》，今晚10點半，82台 TVB Plus。有個細路為咗一時意氣，放火燒咗人哋間屋，差啲燒死人哋 BB 嘅爸爸。而家控方最有力嘅證據咧，就係目擊證人林義兵。好大錯，我辦事你放心。我想親身見下林義兵，先再決定接唔接納佢唔出庭作證。我外甥女邊個都唔想見，你唔走啊嘛？我揾人抬你出去。康業信貸快遞物業貸款呈現《正義女神》，星期一晚8點半，翡翠台。50幾年老字號，我哋風雨不改。每朝4點開始做點心，堅持傳統嘅味道。佐敦新新酒樓，只此一家。你而家只係唔負責任啫。你唔負責任啫，有咩責任我負啦，好冇？係咪我冇人要你要我先？如果冇人要你，我要你。覺得短片香港好睇，記得 share 俾朋友知，做個負責任嘅人。這事，你起身啦！你起身啦！無論有冇帶車匙，都要早啲起身睇短片香港。有發展商計劃將尖沙咀超過35萬尺樓面嘅酒店項目改裝為服務式住宅，但最終被城規會反對。原因係咩？本港近月酒店供應同旅客消費模式又有咩轉變？利嘉閣地產45週年新會員特約，今日有樓睇，星期1、3、5晚6點，翡翠台。資深娛樂主播，中環演藝圈天王天后，全球頂流，荷里活星級幕後，通通係 friend 底自己有。突破性娛樂訪談，全部爆點，毫無保留。一周星星，星期日晚10點1，翡翠台。Turn up.